各位網友，大家好！呢一節同大家講一講，痛斥吳靄龍大使嘅侵略有理論。日前，中國駐日本嘅特命全權大使吳靄龍先生咧，就出席一個會議。喺呢個會議裏邊咧，就談及俄烏戰爭嘅問題。咁啊，吳靄龍大使冇譴責俄羅斯嘅侵略之外，反過嚟講咧，就係去教訓歐洲人。咁啊，大家睇下佢點講法。佢話喺呢個俄烏衝突中，最需要徹底反思嘅係歐洲人，除咗俾自己樹立一個本不應存在嘅敵人，給自己挖一個本不該有嘅安全陷阱，他們又得到了什麼呢？咁樣嗱，呢番嘅説話裏邊咧，完全係一個混淆是非、顛倒黑白嘅結論。點解咁講呢？因為喺2022年嘅2月14號，俄羅斯發動咗對烏克蘭嘅侵略戰爭。咁喺呢個戰爭過程當中咧，俄羅斯就係侵略者，烏克蘭咧係反侵略者，歐洲咧就係支持呢個烏克蘭反侵略嘅。好啦，咁你從呢一個過程當中就睇到俄羅斯係非正義嘅，烏克蘭嘅反侵略同埋歐盟啊嗰啲國家支持烏克蘭反侵略啦，都係正義嘅。咁呢個係一個基本嘅價值觀判斷嚟噶嘛。但係嚟講咧，吳靄龍大使冇去勸俄羅斯去反思佢嘅侵略行為係點樣違反咗聯合國嘅憲章，點樣破壞咗世界嘅和平同穩定。反過嚟咧就話最需要反思嘅就係歐洲人。咁變咗嚟講咧，呢個係呢個最字啊，最即係話程度最高嘅。最需要反思嘅唔係俄羅斯侵略者，最需要反思嘅反而係支持烏克蘭反侵略嘅歐洲人。喺咁嘅講法咧，我覺得係一種價值觀嘅徹底嘅顛倒。嗱，大家不妨睇一睇聯合國嘅憲章係點樣規定嘅。聯合國嘅憲章第一條係點咧？佢係 under 喺個第一章宗旨及原則嘅。聯合國嘅憲章第一條就咁講嘅：聯合國之宗旨為一、維護國際和平及安全，並為此目的採取有效集體辦法，以防止且消除對於和平之威脅，制止侵略行為或其他和平之破壞，並以和平方法且依正義及國際法之原則調整或解決肆意破壞和平之國際爭端或呢個情勢。咁而聯合國憲章嘅第二條第四款係點講呢？各會員國喺佢國際關係上，不得使用威脅或者武力，或者以聯合國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辦法，侵害任何會員國或國家之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好啦，聯合國嘅憲章係有咁明確規定，所以發生喺2022年2月14號俄羅斯對烏克蘭嗰個侵略裏邊咧，係咪最要反思嘅係呢個俄羅斯呢？喺呢過去3年零呢個10個月以嚟，聯合國大會曾經有3次特別嘅大會，都以140幾票贊成，得5票反對，通過咗譴責俄羅斯侵略，要求俄羅斯立即無條件徹底由烏克蘭撤軍，呢個恢復烏克蘭嘅公正持久嘅和平，有呢啲決議3次。另外咧，
國際刑事法庭亦都將俄羅斯總統普京定為呢個戰爭罪犯，加以全球嘅通緝。所以呢啲裏面仲唔值得俄羅斯最要反思嘅咩？結果喺吳海龍大使嗰個口中，作為侵略者嘅俄羅斯唔需要反思，而最需要反思嘅係支持烏克蘭反侵略嘅歐洲人。咁呢個有冇道理啊？其實吳海龍大使裏邊咧，根本就忘記咗普京總統嘅精神導師亞歷山大杜金。佢早喺1997年嘅時候咧，已經寫咗一本叫做《地緣政治的基礎和未來》。喺呢本書嘅當中，杜金咧就話要恢復昔日沙皇俄國嘅嗰個咁樣嘅光輝，要建立由都柏林到白令海峽嘅歐亞大帝國，並且揚言咧仲要去利用民族主義嘅情緒煽動，搞亂呢個印度，最終咧控制埋印度洋。而對中國咧，佢話要將中國嘅新疆、內蒙古、東北啦肢解，剩下嘅中國部分咧就成為俄羅斯服務嘅工廠。好啦，喺呢個過程當中，就係呢個亞歷山大杜金喺呢本書裏邊咧，就明確講出將烏克蘭重新納入俄羅斯嘅版圖，呢個就係佢嘅歐亞大帝國嘅嗰個宏圖偉業嘅第一步。你諗一諗，係嘛？而家係2025年，早喺1997年嘅時候咧，呢個普京嘅精神導師已經描繪咗嗰個咁樣嘅藍圖，要將烏克蘭重新納入翻呢個俄羅斯嘅版圖。咁呢啲係貴歐洲人樹立咗唔應該樹立嘅敵人挖咗嚟嗰唔應該挖嘅呢個安全陷阱，點可以賴到歐洲人嘅身上邊咧？你吳海龍大使究竟係文盲抑或法盲咧？文盲也者就話你冇睇過嗰個係嘛亞歷山大杜金嗰本《地緣政治的基礎和未來》嗰本書描繪嘅所謂呢個重振昔日光輝嘅嗰個藍圖，係嘛？法盲者，你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日本嘅大使，你根本都唔懂得乜叫聯合國嘅憲章，唔懂得聯合國憲章嘅第一章嘅第一條，亦都唔懂得聯合國呢個憲章裏邊第4條嘅第2條嘅第4款。所以呢啲嚟講係典型嘅一種戰狼外交嘅形象，對我哋中國嘅國際形象有好處還是有壞處咧？中國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嘅常任理事國，係嘛？你作為一個咁樣嘅中國駐外嘅大使，係嘛？尤其係駐日本嘅大使，點可以講出啲咁樣嘅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嘅侵略有理咁樣嘅謬論咧？係嘛？所以呢一樣嘢嚟講咧，我覺得嚟講咧，喺而家當前國際複雜多變嘅環境當中，我哋總係要秉持我哋中國一個和平崛起嘅嗰個咁樣嘅立場。對於任何違反聯合國憲章、違反國際法嘅侵略行為，唔理佢係嚟自何方，我哋都要堅決呢個去反對，係嘛？加以去制止。我哋作為世界第2大嘅經濟體，亦都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5個常任理事國之一，對世界嘅和平與穩定咧係負有呢個重大嘅責任。所以咧，作為一個駐外大使，就唔應該裏邊嚟講咧發出係嘛侵略有理呢啲嘅謬論，否則咧就會俾我哋中國嘅國際形象，對我哋嘅中國嘅深化改革開放裏邊咧，對我哋中國嘅現代化建設裏邊咧，就帶嚟不可估量嘅損害。多謝各位。